冰雪冰色，真愛無價。金曲歌后張秀清全力準備11號佇台南的演唱會，也毋過煞拄到北緯風台宣布延期。到時候會更瘦。白骨沒有肉的啦。為着這場演唱會，張秀清除了密集彩排，私底下更是專門啟動體靈訓練模式，相較比結婚時陣的身材更較好。無奈天公伯創治人，主辦單位發出通知，考量天氣狀況以及所有觀眾、演出人員、工作人員甲合作廠商的安全，演唱會延期辦理，有確定的時間閣另外公告。張秀清也表示講期待真久，也毋過煩惱每一位粉絲的安全，因此最後決定也是延期閣辦。台南七股海鮮節讚不讚？先前才舉辦宣傳記者會的2026台南七股海鮮節，7月11、12號舉行的烏蛤蟆體驗也有風聲延期辦理，改到8月8號、9號登場。觀光旅遊局表示，已經完成報名繳費的民眾，會當直接摕原本的票券參加，也會當選擇專業退票。七股七寶宴將佇咧8月9號佇七股鹽山盛大舉行，今年有計實開120桌，無受風台影響。台南新聞綜合報道。